观众朋友，今日我好冇，欢迎收看《福起来》，我係阿明哥劉浩明。其實睇我哋嗰度嘅救災救難嘅方面地方，我哋從我看到我哋正規嘅警察嘅同消防人員以外，我哋發現喺外面會有一群人，而係我哋嘅義勇消防隊員，我哋講我哋嘅義消。其實我哋義消睇我哋大大細細一啲救難事情地方，一路扮演到一啲最重要嘅角色。我哋今日有想到嘅係一啲做義消30年嘅國東人泰國人嚟現場，而家同我哋講一啲做義消地方發生一個神奇無論一些會表唔係的一些事情，我哋馬上翻我哋東陽哥嚟到現場，東陽哥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來自聯絡鄉嘅國東人。好，東陽哥請問一下哈，一般其實我哋從來我看到義消嘅名啦哈，其實啲義消同一般嘅消防隊員嘅工作內容有乜個差別啊？有啊，伊個警消啊吼，因係是有性質的啦，因係個專業，因係做嘅事情吼。我哋義消無法度去一下去反映到安尼嘅工作啦。我哋義消呢都基本都無薪水嘅啦，有薪嘅啦。我哋工作呢只是講天數嘅啦，無像因哋專業嘅安尼。咁天數是有天數地步還是天數外面啦？咩意思講？譬如講，我哋義消可以打火嘛？早期來講吼，我應該去火場，喺有火警嘅時節吼，火災嘅時節，我哋因為佢下嘅警消啊，無按多人，我哋義消咯，同樣按於火場。更加因為義消按多人嘅，因為警消嘅人員也有拉敗啦，嗰種都更加都義消啊吼，伊無受過專業嘅知識啦，更加都我哋唔按於火場。可能反正，譬如講我哋以義消嚟講，譬如講我哋即消防隊員嚟講，發現即個有救護、救災同預防嘛。咁我哋係咪義消有部分嘛？有見我哋嘅任務無同樣，有無同樣嘅分隊咯？有啊，因為吼，你從救護來講，佢有救護嘅因係專業嘅知識，佢種嘅都從查火嘅條啦。因為我哋義消啊，無去疏導嘅安尼救護嘅專業嘅知識，嗰種我哋都無去救護嘅部分。我哋義消呢，主要是講有火災嘅時節，從咧嗰那個，然後個都卡火災啦，無都嗰樣嚟受到錯啦，嗰樣都我哋都義消都會去出天數啦。咁作為預防嘅部分咯，譬如講，我哋話去宣傳講我哋用電啊、用火安全嘅時候，義消會去天數嘛？因為係有需要嘅時節，因為從學校嘅啦，佢燒嘅條因為我人員嗰度。因為搞嘅項目嗰度啦，用安尼紅度啦，個叫你滅火器啦，滅火器嗰度，無煙霧嗰度，因為我用到人嗰度，因為都會往我哋義消去天數啦。可是從一般來講吧，義消有一定年齡嘅限制嘛？有，義消啊，睇分隊來講啊，都到60歲。60歲呢，唔係有表現過好嘅，有做過分隊長嘅呢，伊都會幫佢帶隊。帶隊嘅年齡都到65歲。我哋提供而家係屏東義消體育帶隊嘅總幹事嘛，咁當初做乜會想我嚟投入下義消嘅工作？佢講嚟都個早期救援嘅體統嘅時間呢，因為我哋有去處理呢資源事業啦，因為我係喺鄉公所上班咩，都去個資源事業，我都個事業呢看到嘅就義消啦，各縣市度嘅義消啦，安尼警消，大家安尼個精神本來感覺是講喺要參加安尼就是為人服務啊，真是幾好，嗰種我佢下我嚟投入啦嚟義消啦。其實喺屏東縣都已經有一啲義消嘅組織啦，係咪？佢下有是講冇按多，因為佢下我佢尼普嘅，因為聯絡佢下還冇，我都去尼普嘅佢下參加。尼普佢屏東縣嚟講佢下分隊啊冇咁多啦，冇像更加33個鄉鎮都有嘅。佢嗰種義消嘅人數都咁多，像我哋早期能600人嘅義消嘅啦，嗰種伊嘅包含嘅個人，因為像我喺尼普嘅呢，伊包含到舞台嘅戲，太舞啦，
包括到泰武，个演。嗰種對於嗰個以平常來講嘅話，今日係什麼象徵裡邊，每一個象徵裡邊都有一隻夾嘅專屬嘅一個義手嘅分隊嚟嘅。消防分隊。消防分隊，咁像我哋一般嘅消防分隊嘅話，比如講，以前我哋咧消防隊以這個本身嘅一個合作係樣嘅合作嘅一種情形啊。台本反正以有需要嘅時節吼。像一般啊吼，你講安尼插錯咧消防咯，咁你都唔會以社會資源啦。你碌卡火災啊吼，台本如果很多醫療啦。咁你從比如碌卡火災醫療高級吧，唔定你工作嘅範圍喺哪？因為講即咁講，唔可能去打火嘛，因為佢專業嘅技術同時，我注意啲佢專業嘅裝備嘛。咁你發幾時啫？唔定醫療工作係嘛咯？一般來講，到現場吼，佢咧動作都愛同個散戶嘅度，消防嘅散戶作放起來。雖然模擬火場來講，我哋咩咁樣愛聽數，有限咧，有嘅咧都指揮交通。因為佢下有時隻警察嘅話冇多，我哋都先指揮交通。有啲話呢愛先綁水帶，因為有啲時隻個地方愛分一下跳水帶出水啦，出水愛一下跳。嗰種有時隻因為建設呢，去到現場冇按多年啦吼，都冇按多條。我哋去以前去嘅呢，因為看火場啦，火場喺太嘅時節，都愛出嗰道線，水線啊，都愛出嗰道跳啦。主要是講去個天數安尼，綁水帶啦，疏散人員一條安尼。嗰種等於講唔能死以後嘛，係愛接觸到我哋現場嘅總指揮嘅一個指揮。譬如講你今日現場嘅有專業嘅建設人員，建設唔先多，可能消防人員先多嘅，係到去內去火場，然後建設多嘅做乜嘅？咁外圍嘅嗰度，譬如講我哋管理交通啦，綁水線啊嗰度。嗰時都等於你去到嗰片都談下的呢，火場嘅總指揮、現場嘅總指揮去指揮你做乜嘅事情，你都去天數乜嘅事情。係啊，因為佢一天火災哦，去到嘅一天有一個指揮官啦。我哋去嘅醫療去嘅呢，佢本來去報道，報道嘅呢，如果安排死啦。咁對今日來講嘅話，譬如講，像你喺屬於我哋聯絡嘅分隊啊，還是講你平常嘅體育梯隊？消防隊啊，以前消防隊有4個梯隊啦。我更加佢嘅是體育梯隊啦。體育梯隊嘅範圍到哪？範圍啊，都平北。平北啦。個聯絡一條，高數都有方面都體育梯隊。咁體育梯隊咯？體育梯隊都呢鋪嘅潮州嘅鄉，體三梯隊都東港嘅鄉，體四梯隊都恆春嘅鄉。但係其實係人口數來算嘅嚇，因為平北嘅話，差唔多體育梯隊嘅部分，因為其實呢鋪嘅譬如話買呢鋪潮州，其實也用嘅算係外地。平北地區除了屏東市以外，算是人口規模少嘅地方。第三個路我哋咧東港嘛，因為東港以這個產業區嘛，係一個唔單止係風景區，觀光區，而且嘛係咧嗰度嘢，佢其他都等於係偏南嘅部分嚟嘛，我就等於如果我哋建議入去試嘅態度嘅話，一個地方嗰種有乜嘅事情嘅話，你平常冇互相支援。會，你講一般咧碌卡火石將聯絡嚟講，一天會調到重資屏東市，要附近咧，有時間喺嗰個太連呢鋪嘅做片嘅向路啊。咁啊，從尾頭講，其實從嚟等一般嘅消防隊同我哋講建設啦，建設到消防隊，而係有薪水嘅協調。你係冇薪水嘅協調，你係從個義用嘅，嘛係義務嘅啦。但是問題係，本來都有一啲真，我哋講這個條路，這個是一條路，咁用這個嘅時間去投入做我哋嘅義務嘅工作。要參加義務太本路持有業啦。因為太本路採鐵嘅啦。因為安尼有時間啦。你講太本上班啊，但冇啲聯絡。安尼嗰種嘅吼，太本都唔會參加啦。因為我參加也有安尼熱心。喺咪反正喺咪都，也喺談到救護車，個消防車上去，然後都會自然出動。你冇去，有時節喺碌卡人家行嘅火石啊，也有嘅安尼
安尼都衣服百应啦，早期都用 PP 裤的啦，糖豆的都一定都会去啊。人家讲佛祖迄人讲唐山旧裤啦，吼纹身旧裤，你都所讲糖豆迄茶上的，可能都想讲啊，就迄边天数的。但就一般来讲，你迄么你去统敌人的啦。去咧吼，如消防局伊要简讯，方面咧，吼像个联络啊，伊如要通知联络嘅医生，利用简讯啦，吼又出到简讯啊，收到简讯又得要去，迄无咯都分队嘅联络分队嘅官司，伊收到伊如要用。种联络有衣服百应啊，伊通知去，他跟就输得到，有限的呢，如果到现场啊，但上来法律等于讲，伊冇冇办法确听讲，一摆系咪会遇到人出来？因为明天伊书方可能其实书方嘛有啲即个标码来协调，伊安尼直接都看伊自家啦，伊迄标的下，伊如果去，迄标唔下都无法推啊，最起码迄联络来讲来去，因为迄联络研究吼。都92年成立的嘛，都系107年嘅人都梯队啊，所以讲按多年起吼，联络出席率是quite好啦，因为安尼你看到台本有许多7省6省安尼，等于你讲其实他讲你有心来加你用消防队嘅时间，其实你唔会讲协调到嘅时间，好冇？因为嗰种只是唔想做一件事情呀，如果介入如好呀，好冇？等于你讲，你这个当初有心想要介入嘅，因为有唔需要唔去天数嘅地方，他个人如果比方书房嘅工作去天数，做啦冇唔做。好，因为其实保路向人哋即家也快做。係啦。虽然讲我哋咧医生或者医用消防队啊，唔系正规嘅建设，但是伊哋咧天数冇本我哋咧正规嘅建设地方，伊哋咧做个协调，国民些嘛系个完整，同时嘛可以救到嗰多嘢。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咪嗰度嗰件細故事哦。翻过来，复起来，上档节目我哋来自屏东联络各东人泰国同人讲医生，也要工作内容很慢嘅。我想问一下东人泰国吼，从这个当初加入去嘅时间，从的医生有啲年龄嘅限制冇？譬如一到4人可以加入冇？也年龄啊吼，你最起码你话做评估来啦，因为伊也冇讲限制讲，一到4啦，真系影响嗰陣。佢下危險，佢下所談啊，嗰陣18歲都可以參加醫生啦。但是至少，你有乜工作內容而嘅，至少可以配合到我哋咧，比如講救濟嘅時間咧，一啲時間啦嚇。咁從這個經驗來講嘅話，最有可能嘅時間係發生乜時間啦？譬如講，比前去做天數嘅時間。冇一天咧，有時就有半夜有沒有？因為有啲東西哦，火災哦，冇一天啦，有時就有早晨頭，有時就有咩安補頭，半夜有沒有啊？嗰時間即係咪咧工作有工作嘅時間，唔能用嚟去天數咯？工作啊，我喺工作睇本身安補頭嗰度啦，因為應該是路電維護啊，嗰種20條變得個閒啊，因為因為我有個路電咩安補頭啊，那有天啊，嗰種安補頭如果個無閒。台本安尼東西要火災某一天啦，因為標一下，我都會標下來去啦。標唔下嘅時間啊，有冇種我冇法處理啊？咁從這個做我哋醫生做30年啦，你係咪有嗰種你這個影響過什麼嘅事情嘅話，他跟你分享一下好？嗰什麼影響吼？都從去我參加去尼泊嘅時節吼，因為嘅啊火災話吼。佢泰武啊，因為安逸啊，我喺對聯絡吼，有時就去到街哦，你都數東西都數啊，去攰嘅，我同樣有咩數到嘅，啲人哋 BB 講有咩去啊？因為對安逸嚟講，有咩同我去到現場啦，
他基本去创达人法，你等于你讲，比如我哋咧经手人啊，有这个茶过去嘛吼，咁人法都这个视察，无这个沏茶对人都卡呢去适合系咪？系啊，你去去眼镜啊，嗰种来讲安烟啊，有没有去？可是去的呢，今年都打起嚟啊，无法度啊，有咩咁样去啦？咁种这个参加安度嘅叫来叫咱地位啊，有影响讲这个场面最大，无你讲。输送最多嘅嗰種經驗。佢安尼輸送嘅都安尼，太重嘅是有啦，不過輸送是冇啦。你像講工業區啊，你部工業區，所以擺個消防落去，佢也受過太啊。不過佢是冇傷到人啊。佢種嗰種，譬如講工業區地部嗰種，人個太型嘅火災啊，嚇，從你去到現場嘅話，迄先一團啊，都係自備個報道。嘿，自己講喺拍任務嘅時節，會看人嘅年紀冇，還是講看人經驗嚟拍任務？唔會，佢安尼，因為佢嘅吼，你醫生，因為我哋做個sản婦啊吼，冇通用，因為後背會有些醫生咩，去到嘅，一定只會講到地講唔醫生咩，而拍嘅工作呢，你通用，你安尼做真緊街嘅地方啦，真借啦，冇你聽說綁水帶安尼啦，伊冇可能會問先去貨場啦。咁你譬如講，像我講，你這個要警戒嘛，吼，又要綁水線，吼，無你講平常，照一般來講嘅話，我哋假如去20小時嘅時間，我哋要受過網訓練冇？哦呀，像安尼吼，唔參加20小呢，每週日要天氣訓練，像唔參加以前呢，有沒有中央訓練3週日？天氣嘅以外啦，唔3週日呢吼，要不天氣嘅要訓練。將來去參加尼普嘅時間呢，訓練3週日以後，能變真實的隊員啦。這3週日訓練乜嘅內容啊？你綁水帶啦，用嘅熱水帶啦，按用嘅灑水啦，因為按用嘅講灑嘅停點，按用嘅灑能會有，反正都搞一般嘅知識啦，嗰種幾時節嘅人佢哋唔能可能把負責去打火，希望唔能學嗰度，譬如講我哋去綁水帶去灑火安尼工作啫嘛。嗰種嘅早期你按去火場都係安尼，因為人冇啦，嗰種伊當初按去飛呢，伊都會搞，按用嚟灑，唔像個火地奶，按用嚟灑，又係油鹽咧直接嘅按水按用嚟開邊安尼，唔會衝到時間啦。安尼紫色的。咁人講你這個裝備同以前正規嘅消防隊員嘅裝備共用下？有的會有共用，唔像個安尼嘅衫褲咯共用啦，是講水嘅安尼空氣瓶啊，空氣瓶啊，嘅把共用也會學啦，只是講。去火場咧，你冇本嚟拔啦。平常訓練都有啦。你等於你講，只是到火場嘅時節，過門一下嗰種地方還是用一點落來。咁人哋嘅話，你可能你外圍嘅一些資源有部分啦，嚇。但是幾時係講即個做企業，我哋講20小時冇按到年嘅時節，其他講20小時按到嘅時節，我哋嘛可以打火嚇。同樣我去到現場啦。去到現場係。咁現場嘅話，你嘛係做幾多消防傘嘛？係咁樣要做好來，因為雖然唔知有危險性都唔知啦。咁樣係，因為送嘅消防局一定要交代講，唔去到火場一定要做。唔關係咪要你去火場，喺外面嘅人還是要做我哋嘅消防傘。因為這個唔係講現場可能會有乜嘅事情發生，因為嗰種冇做好嘅話，嗰種有乜嘅變化時間，唔可能替你輸送落去。嗰時等於講去到現場以後，你真係如何唔單止可以聽數，你嘛要把這個所有嘅裝備去做好。做好啦。咁你平常做裝備嘅話，這個有你這個一身啦嚇，還是有許多幾片，能看一下本意社會應用嘅裝備咯。唔係佢平常你一定要有一身嘅啦。一定要一身。你佢反正都唔隨時有碰到火災啊，你聽到你我帶出去。這個不用睇到卡。
哦，那这个带出油头嘿，错，按等着喏。系啊，也本来都安尼啊，因为讲伊咧撞批啦。可是还不是些艺销。嘿。那种人来讲啊，这个其实睇个三生年了哈，佢阿妈还做总管司，你做么做了就做总管司。因为台队啊有需要人啊，因为外企联络时有做过分队长啊，因为如果讲甲表现够好嘅啊，伊就去帮做台队啦，系啊，啊，分队长，譬如讲睇联络做过分队长，分队长嘅工作内容係乜嘢？啊，都變咧，我帶一條分隊係一條市內人員啦，變一條醫生啦，因為一編制內嘅啦，一聽到有安尼分隊長啊，那有法度考驗一條，我帶人嘅。考驗佢重要，係因為其實你帶到人後，要人參加，但是你考到人嘅部分咪係啊，我冇想人家醫生真是愛簽幾塊簽咧，人家你不是如果簽人咯。都冇人去參加，因為其實大部分人都因為講啊，這個工作佢巧又買做醫生，成發啦，比較成發啦。有時真係冇嗰種熱情嘛嗬，真係冇想到講啊，這個工作按無限你話隨時待命嘅嗰種感覺。係啊，冇種人做起哦，按業喎冇按鏡咧，按業就話我可有劇冇咧。係啊，咁從人嚟講法，唔係係咩？這個本身同我哋咧正規嘅建設人員咧，伊個互相之間咧嗰種能夠資源同溝通就幾好啊。係啊，一定都幾好啊，因為大家將來參加以後咧，同建設講就都幾好啦。反正有限，如果喺前面嚟撩啦，大家感情都幾好啊。係因為其實對於人嚟講話，雖然我唔錯，伊係良心稅嘅工作，但是問題係伊係良心稅嘅工作地方嘛幾複雜。好，嘛幾多事情可以做，可是跟人講有一啲人可以天數嘅地方，好，我相信對人來講，嘛還有啲幾大嘅支持啦。咁問題係，你這是這個工作路係安排嚟做嘅，好，有時可能要做醫生，人家唔會幫人啦，唔會啦，即係個支持啊，係啊。幾好，因為嗰種人我講你這個安排要按無限啦，只是有可能比比考冇到天馬一單要一天數，咁有人嘅講，如果按到身體要冇做，要做啊，人嘅醫生，其實可能有人要幫人，咁你表示講其實你要加對一件事情來講法，咪係幾兩件嘅。個認同啦。咁而這個有參加啊，人醫生一天寫來未？唔可以寫乜嘢？冇一天，因為有啲分隊因為有寫乜醫生。咁你寫乜醫生睇現場同寫來做同樣？佢應該是講冇啦，因為都講冇出去嘅啦。他本判文書嘅掉啦。咁從你對人家來講嘅話，你平常一張嘢，大部分會排樣嘅一種訓練啊。消防局也有規定，係啊，一張一我排墨嘅，係譬如講一張一唔能排墨嘅東西，像都紅度嘅安尼啊，索嘅打繩結，用嘅救護用嘅塔面嘅安尼，好，繩結，按用嘅灑水嘅，嗰啲動作都可以有啦。但如果要訓練一次不斷的去不斷練習，重複。一直重複啦，甚至張嘢都冇同樣嘅科目啊。但是譬如講我哋有時間，你看從我哋山，我哋屏東高雄路幾多嘅山咩？有時間有種嘢白山都唔掂，我白個那去，佢衝擊部分嚟救濟，算得方便。佢唔錯係方便，因為佢如果派到嘅如果靠近山塘嘅鄉鎮啊，點解呢？消防局地方有特搜隊，專門咧救災嘅特搜隊，因為有專業嘅訓練啦，因為佢有山訓嘅地方，佢都有啦。係啊，一般人哋聯絡人哋佢唔冇啦。係，因為佢真係香港人真的是我哋嘅部落地方嗰種人強，也真是跟人能可以做事情，因為山塘嘅事情。可能嗰度山嘅路啦、山路啦，一定過數啦。嗰個其實我哋嘅醫生對於我哋嘅幾多嘅救濟救難嘅層面地方，伊嘛扮演一個幾重要嘅角色。休息下，我等下我哋咪有嗰度嗰件細故事哦。
上过来福起来，上下节目我哋来宾东阳哥同我哋分享伊即个做艺术的故事。啊，想请问一下吼，因为头头你即个一开始你讲，当初要参加艺术喺伊边我哋用艺太地同嘅时间，你去看到现场有来自我哋全台湾整几多嘅义务嘅义用嘅建艺术，其实去听书，嗰时你就感觉到佢感动，希望讲。几多平常时间，吼，唔得嘛有安尼组织可以干嘢。嗰时一开始的时间，因为其实联络也无啦，吼，如干嘢女仆嘅，咁女仆嘅话，喺上海干嘢都干嘢咩嘅时间？冇咧，迄個係女僕嘅吼，因為有天氣性啦，有幾天啊，一天都係女僕嘅，呼吸嘅女僕嘅，嗰種係嘅，都喺咧係聯絡，嗰種都同呼吸咧強到女僕嘅。呢度係干嘢女僕嘅，呢就去車呼吸所嘅。係，啊佢下咧要愛三張嘅使用哦，愛嚟訓練。又通過，咱可以參加哦。嗰種變咧89年，咱正式嚟參加。咁從咱嘅干嘢以後，喺度聯絡替代隊成立以後，你干嘢替代隊嘛，吼，都對我哋咧方面都聯絡。啊，其實差唔多，我哋咧屏東有啲最大嘅，像我哋88水仔。好，88水仔喺聽我哋屏東算是做成一個最大嘅一個上海嘅一個天才嘛。啊，嗰時節咪記得冇？你即個88水仔嘅時節去哪邊去聽書啊？嗰時節吼也唔係用派我哋藝術啦，嗰下我哋都變咧吼我哋用手派去聽書儲水嘅度啦，種木打嘅度，因為我哋專業都水田啊，嗰種去聽書安尼。你去差唔多去文峰村嗰邊嘛，伊把嗰個多過那個海水地儲出來。嗰種幾時人都冇去到我哋嘅現場，因為幾時唔單止我哋國軍啊。我哋咧全台灣省嗰度有熱心嘅人物，比如係書房嘅工作，佢全部希望嚟屏東來去救濟，唔單止林邊啦，嘉東嗰邊，嗰度人去協助嚟救濟。嗰種幾時人去路去裝嘅儲水嘅嗰個摩打咁嘅。咁從今日話一般嚟講嘅話，你將來印象地位唔係記得講，你即個參加過嗰個台上面冇你講幾通常幾多年嘅一個救濟嘅事情。通常佢多嘅吼，睇本貨仔都工廠嘅啦，像灣蛋嘅伊咧個工廠嘅，佢都社會個睇，佢通常嘅人數都個多啦，因為工廠嘅吼，因為社會都200人，200人嗰種都愛變嘅人聽數，種經驗那樣咧，佢灣慢咧，佢有咩係？佢資源費輸廠啊，佢咩社會個禮拜嘅，就連下咧局長都係個。聽書嘅作證啊，嘅指揮啊，咁種我哋嗰種幾禮拜嘅話，咁你哋去到現場，唔可以講嗌如果有事情就嗌跪去，可以嗎？還是講一定等伊嘅任務結束嘅人可以跪去咯？幾種嘅吼，如果排班啊，有限嘅人都排班，無限嘅都唔是啦，因為調嘅人數吼，因為個分隊啦，佢唔係搶佢吼，搶講調到伊個分隊，如果伊我哋嘅梯隊啊，建社會梯隊如果安排，我講那分隊出去導演啊。咁每年我去到現場以外，咁我發現我都4點鐘嘅，可能上班嘅，咁我可以同我哋隊長講，費事我上班嘅，我可能先離開。可以啊，佢反正有人推都可以。有人推都可以，他個人其實對義用消防隊來講，我其實係一個幾通嘅一種資源嘅方式啦，嚇。因為我哋其實幾日喺我哋現場地方，看到幾多嘅我哋講消防寶寶啦，嚇，我哋嘅獎章，一對看落來講嘛，而且咪都明年會監察你嘅一個，算是我哋義用消防隊嘅一個監察嘅一個算獎章還是獎品樣啊，係咪？每天咧，因為我看人家表現啦，像個吼，你啲分隊咧，唔出席呢個過嘅時間，能有法度拿到安尼獎章啦。消防寶寶是一般嘅吼，你有出席你有多嘅，你會分一張啊。係我辦嘅，你如果真係都可以監察，唔知㗎咩嘅，義用還有義務嘅一個天數啦。但是我哋發現我哋呢邊有一個特別嘅，唱歌係嘛喏。佢吼係如以前早期吼，每年如果全國的競技比賽啦，佢全國咧吼，我拿到獎章是困難啦。佢後來喺女僕嘅，佢叫我參加時就是89年，佢後
你连续3年就去参加全国的比赛啦。嗰种变咧迄91年呢，你又拿到第4名。全国的义勇消防队嘅比赛，比赛，竞技比赛，嗰比赛内容係乜嘅？内容嘅下嗰度，有用嘅水袋，打嘅保龄球，还有水。装嘅伊个水桶装变满啊呢，水装变满啊呢，嗰是个人哦，嗰唔係強強嘅哦，還有安尼安尼流動嘅瀑布啊，如果板板嘅儲水，可能蠻水夾，個伊話有嘅做嘅消防安尼裝備，綜合佢們嘅時間最短。等於如果把我哋平常會用到嘅技術裝備，好拿來變成一個比賽嘅項目，好，譬如一方面如果利用比賽來提高平常他個人嘅訓練嘅時間，一種榮譽感，好，一種榮譽嘅感覺到，比如講我哋平常嘅訓練可能以下冇用到某咁嘅無聊，但是有人比賽嘅話，他個人會比講，乜嘢做過好，好，讓我做可以做過好，讓我做可以做過強，好，因為其實喺救火救災嘅時間，時間係最寶貴嘅東西。係啦，係啊，去到嗰邊可以最佳嘅把一啲事情做好，你可以多救一條人命嘅事情。但像這個做安多嘅做30年嘅一個義勇嘅消防隊員嘅話，你想咧，譬如講今日希望有乜嘅經驗分享冇？你講有乜嘅感想？希望講我哋一類一黨人嚟參加，也係義勇消防隊啊。其實也係吼，我希望我讀緊人吼，有安尼心啊，如果我嚟參加，因為安尼幾好啊。雖然吼加一啲知識，又可以救人啊，感情一啲安尼才可以發生啊。嗰種應該是一黨人參加也好啦。問題就是讀下更加如為了啲安尼生活啊，我無法度嘅。但對你來講咯，唔感覺到參加一個工作以後，你這個最大嘅感想係乜啊？最大嘅感想吼是講為讀下服務啦，我得到嘅呢，我健康啊，嗰好啊，你身體啊嚟講嚟都，唔會受，像而家我救火嘅條馬唔會受後生嘅啊，因為有安尼都培養出來啦，自家身體也健康啊。都盡運動樣嘅啦，但是問題係吼，從這個來講嘅話，我哋就想同人講，其實我哋點解你有時上班佢無限，好，從以前個我哋講，像有啲人冇可能冇像東洋個身體安扎啊，有啲人平常都坐辦公室，平常都坐台嘅，然後如係人講杜蘭蘭啊，然後冇嗰啲，佢像有啲人，佢終於想去參加的那義勇消防隊嘅話。以咁適合，還是講其實唔係可以來參加，看來做唔可以做嘅事情。其實吼，又可以有熱心冇啦，有一啲熱情嘛吼，嚟訓練有咩可以啊？雖然安尼身體可以安尼，唔過訓練落去吼，都冇咁樣嘅啊。哦，你等於如果其實有一啲心來參加，你把人時間撥出來，屯他個人來供養，來聽數他個人嘅話。其實體能一部分都可以慢慢地訓練出來。等於講寫來寫去，其實有心參加，把你可以參加。咁對於我哋義勇消防隊員嚟講，譬如講屏東縣即係講有4隊隊嘛。好，4隊本身佢會互相支援。我看啊，有啲吼地方，唔像吼，我伊個火災啊，吼，迄個大嘅。如果調度，不論第2梯隊、第3梯隊，伊如果調度啦，我支援啊，因為你講伊個梯隊來講吼，你10分大火災吼，人數一定唔拉啦，因為打時間我個救，他個體力冇咁多啊。但是因為你平常喺啲過長嘅地方啊，譬如講就從頭到尾講，譬如講泰武可能有一些事情嘅時候，對你那講過去路，我來唔起嘅，嗰種叫譬如講人哋平南。好，屏東嘅南部有乜事情？其實有時人去誒，人家我4月查我點半鐘，那可以對女僕都很存啊。他有時都很存嘅時間，除非真係如果太時間嘅時間，那我可能會調動人哋平白嘅一啲替代隊嘅一啲義勇消防隊員嘛，係啊，因為啊，嗰種伊個消防局伊會嘅啊評估啊，可能那一份隊個群呢，伊會先調啦，迄就是無法度嘅人員，迄調唔出來嘅時間，伊如果調到個人是咧。因為從我哋平常吼，
常常我记得讲，其实他们一年四季地方吼，天的差不多我注意地方拢因为客人差不多摕个2生5年后都可以刮子的嘛。从那一刮子的时间啊，都可以看到，唔要开始去刮子前，他讲去长整体的时间，开始为你点火一手嗰种插错啦，无你叫这刮子的建议咧，可能都起火，佢这时间很免得，可以出通的一个时间啦。入外啦，我看咧太长时长，已经太温烧到粗的吼，愈因会紧烧色啊，因会愈拉白用的啦，因为唔好过太啦，除非讲吼贵太片的时间，那我通到一烧啊。嗰个点讲，通到一烧的时间，你可能讲真正好伊个个太规模的负载，譬如讲工厂咧，至少喺外面咧伊个我们讲知识历史东西的一些天数的地方，可能如果读到会用到的二手的部分。个二手的部分的话，大部分都係喺外面呢，伊哋外廠嘅协助嘛。个行政嘅部分要协助嘛。行政部分唔是，行政嘅部分唔是。佢等於講啊，你外面呢貨倉啦，外面嘅事情呢，伊哋協助到佢啦。個像你這個做3生意呢，個為什麼退休嘛？退休當然年齡限制啊，咁更加來睇對。而家都年齡限制都係退休，但是其實這個唔想做冇所謂。我唔想做啦，反正有需要話愛將更加有減多嘅平同樣使用消費嘅總幹事啊，嘅有冇年齡限制啊？佢可能要會逃到唔嚟呢度些啦。唔係，但係你講有 TD 的時候，你做有 TD 的洗頭啦；冇 TD 的時候，你用我哋攞佢哋天數啊。反正對東洋國來講，我覺得真的是幫助朋友都係最快樂嘅事情。係啦，錯啦。其實幫助朋友一件事情，唔管係年齡一老冇你講年強嘅事情，其實都係一定可以重要嘅事情。尤其係我哋應用消防隊啊，一定表現自家嘅工作，去聽數我哋咧減少去做一定可以去聽數嘅地方，表有個社會同我哋咧所有人嘅生活個安全，還有個快樂。今日嘅感謝我哋東洋泰國同我哋講安東二手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休息下我等下聽我哋時常來運動運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個好好運動嘅時節，我係阿凱先生，今晡日要教大家芭蕾舞嘅伸展運動哦。今家聽聽先生來運動哦，我哋先坐下來，腳盤放來，兩隻手兩邊順。好，今家聽聽先生來開始哦。and 豎高 and 跳起打開下來兩隻豎高 and 下來變高嘅哦1 2 3下來2 1下來3 4下來and 豎那高 and 變鬆好第三個豎1轉1下來 and 1 1
上，and 打开来，and 上，转，过来，下来，四，五，转过来，and 拿好来，两隻樹果，下來，and 一、二、三，向前向下去，停地下，放來。轉，打開，再一擺，樹，打開，向前，and 拿個轉過來，樹，and 三，轉。向前，起來，轉，打開 ，and 四，轉，向前。and 打開 ，and 向下來，好兩隻樹，高 ，and 下來，提示位數，一、二、三，經過調前，聽聽啊，到右邊，打開來 ，and 樹 ，and 聽一擺。提示位數，九，調前，右邊，打開來 ，and 數 ，and 三 ，and one，and 調前，右邊，打開來。用 and 四數完，聽聽啊，調前，右邊，打開來，兩隻樹果 and 下，聽位數高，樹向前延伸後背。拿個 and 下來 and 個 and 開 and 打開 and 延伸向前，聽聽的過來，好，來點彎腳。過一擺，好，從頭到尾哦。and 數，波，打開，你，打開，上，四。兩隻樹果，調起下 ，and 打開，提示位數，一、二、三 ，and 打開，翻
3下落第4擺5彎打開下落按雙手5按下落好第3個1 2 3 4 5打開下落按1 2 3按過來打開下落按第3 2 3按轉打開下落第4 5轉過來打開兩隻手5跳起下打開來第5種1打開向前面碰到體內用扎師傅會變為鐵板風哦起轉打開按1轉向前按7轉打開第3擺5轉向前面起打開第4擺轉向前按起打開數兩隻手5按跳起按第4位1 2翻向前面到左片打開來數按1按翻到前面到左片打開來下3按前面左片打開來4翻前面左片打開來兩隻手5按下最尾5手向前眼神向後背過來打開按2打開來後兩隻手5打開來眼神定定啊向前面好聽聽的過來好愛點天天先生來做最尾嘅動作哦來左手5下來右手5下來兩隻手5下來好今日嘅動作如何學會嗎？記得天天先生明日多運動哦，你的身體同精神就會變加更好哦。好好運動，來點下擺見，拜拜。